乡亲啊，外口遮尔啊寒，毋是讲美丽的厝内就温达达。医师来提醒，若是室内的温度伤低，人体长时间伫个耗氧量伤多的状况下，原仔嘛会慢慢啊无意识来死亡。尤其是老大人爱特别注意。但是室内开烧气，原仔袂当开伤烧。讲这个室内甲室外温度差5度以上者，咱的血管就会大力来收缩，是真会引发到急性的脑中风。天气遮冷，咱乡亲拢穿真高外套咧保温，抑搁行入室内，若是讲室内温度伤低，也是讲室内室外温度差5度以上，那咧食恐惊会造成生命危险。很不幸的，有一些年长的，或是本身在一些服用药物的人，所以一下子5度以上的温差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有时候血管一不小心就会爆掉。那爆掉严重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脑中风、心肌梗塞，甚至死亡。轻则的话，有些时候血管里头的斑块反而会脱落。为了避免黏咪寒、黏咪热，和身体冻袂调，医生建议讲，关键时啊一定要保持规律的生活习惯，千万唔通熬夜，困爱困8点钟。关键时啊，大家惯势啉烧汤、烧的饮料，袂记啉水，这袂使。上好一工啉1500cc到2000cc。要关键时啊，唔通惊食甜的会变大颗，因为这会使增加热量。医生嘛提醒讲，穿衫裤的时，唔通干那注重下半身、顶半身嘛要穿好烧，安尼大脑才袂因为安尼被骗，进步启动自我防护的机制。医生嘛鼓励讲，伫室外人较少的所在，会使将嘴暗拔落来，吸一寡新鲜的空气，会使活化细胞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